情緒爆煲之前，聽我講兩句先。情緒唔係忍下就會冇，忍得太耐會爆㗎。你有冇試過？朋友問你最近點啊？你答唔開心咯。佢就話我咁睇開啲啦。但係唔開心唔係一句睇開啲就搞掂，可能係悲傷，可能係恐懼，可能係焦慮，甚至係無力感。有時全部夾埋一齊，搞到你都唔知點講。長期壓住啲情緒，就好似屋企有雜物，你用塊布遮住，睇唔到唔代表冇，反而會影響你身體、瞓覺、胃口，仲有人際關係。如果你已經頂唔順，唔使一個人捱，PCCN 可以幫你做心理評估，安排心理輔導，陪你一步一步處理情緒。WhatsApp PCCN 心理輔導熱線，我哋喺度支持你。仲可以睇 PCCN Project X 免費心理教育資訊，隨時學，隨時用。記得 Like、Share、Save， 你一個分享，可能就幫到身邊人。